廣州打工人週末出走，唔好再做 KPI 永動機，唔好淨係識喺屋企瞓屍，主打一個逃離閉環輪迴。河源駝城呢座藏住2200年歷史嘅小眾古鎮，保姆級路線直接抄。廣州東坐高鐵直達河源東，出站打車15分鐘直達古鎮，唔使轉車，超方便。首當其衝，一定要入古鎮逛百家姓宗祠，拍古風大片，睇古代考棚，感受秦漢底蘊，行清雅青石板路，食當地葉面釀豆腐，商業化極低，完全治癒打工人疲憊嘅心靈。而且4A 景區全程免費，廣州出發當日可以往返，唔使問真係值唔值得去，問就係我身材好正，週末衝就得啦。你知唔知啊？同一間酒店，識訂同唔識訂嘅人，價錢隨時差200-300蚊。成場到比平台更低嘅渠道價，方法我放咗喺評論區度。